疫情的摊销，昨增加的境外病例有560例，是历史新高。未来2礼拜境外病例嘛，应该拢会有300例到500例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目前只针对中国入境的旅客做体检，后壁长的时间的 XBB.1.5 的变种病毒，有可能已经喂到台湾的社区了。所以，伊建议讲，中央一定爱来预防。 70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数量560例，国再创新高。来自国外变种病毒的威胁也引起关注。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表示，因烦恼台湾政府对 BQ.1 的监测系统不够精准。但是我们境内的 case 就3%，下一张。但是隔了1个礼拜，你看一下子 BQ.1增加到14%。好，再下一张。等到 1月9号的资料 ，BQ.1 又降到只有2%。已经在美国东岸、西岸造成大流行的 XBB， 一旦入侵到台湾，造成本土个案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真实的反映出那个现象。这个对于我们民众，还有对于地方政府在拟定策略，是会造成很大的误判。 前国建署长邱淑媞讲，目前中央只有针对中国入境的班机做体检，但是欧美等等其他国家当咧流行的 XBB 等等病毒，是比中国当咧流行的 BF.7 等等更加新，建议要完整规划监测措施。快速窜起的主流变异株，你不应该漏掉它。所以，我们对于入境的，最起码你对班机的这个排放水，这你要去做检测。 然后呢，你其实要有系统的对于各国来的，比如说你抽验2%。后礼拜就要过年，邱淑媞嘛建议民众伫参出来人团圆进前，除了爱赶紧去注次世代疫苗，嘛要先做体检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郭文耀随台北报道。